準備就升中5啦，你係咪仲諗住中史可以靠中四嗰套死背書就過到關呢？如果你中四已經讀得好吃力嘅話呢，其實你學中史嘅方式已經出咗啲問題。把握呢個暑假，你絕對可以喺開學之前揾翻讀中史嘅成就感嘅，唔好俾懶惰埋沒咗你中史衝升嘅可能嘅。呢個暑假絕對係你追上進度、超越同屆同學嘅最佳時機。大家好，我係 Angel。曾經攞到4次中史5星星嘅我呢，喺過去幾屆 DSE 帶領住學生揾5條星，拎到5加學生嘅比例，甚至乎遠超全港嘅2.8倍。點解我個學生可以喺中史攞到咁高分呢？佢哋靠嘅唔係運氣，而係我手上考評局認可嘅答題框架。唔少同學仔喺中四都以隋唐或者宋元明清作結，所以我準備咗符合大家教學進度嘅暑期精讀課程。課程1係宋元明清，課程2係隋唐，幫大家輕鬆銜接中5嘅課程。另外我哋仲有課程3西周，幫你喚醒翻封印咗成年嘅記憶。大家根據自己嘅學習進度同需要揀選就得㗎啦。我會用1個暑假幫你嘅中史全方位重組。首先我會幫你清債，將過往低效嘅學習方法砍掉重練，用最快嘅速度釐清史實嘅邏輯，然後就係提升答題思維，令你一睇題目就知道點攞分。呢個就係點解大家都係讀緊同一本書，不過有人高分，有人低分嘅原因啦。當然我哋最後唔少得都會有實戰嘅，每堂都會有職場操練，學完即改，確保你時刻保持最佳嘅狀態。課程仲有24小時無限問書同改文服務，隨時解決你嘅中史疑難。中5呢年某程度上已經決定咗 DSE 到底你係喺谷底掙扎求全，定係揾5跌星嘅準中史狀元啦。與其之後先嚟後悔，不如趁暑假逆轉中史嘅成績，即刻報名，我哋上堂見。